灶骹控死，番仔油灯就是煤油灯。古早人明时点火用土豆油，号做油灯。现此时庙时也有咧点，因为土豆油会当点火。你若听人讲火油，毋通怀疑，就是土豆油啦。后来外国传来石油提炼的煤油，就号做番仔油，因为有臭味，嘛叫做臭油。有玻璃渣的番仔油灯较高级，大部分庄稼人点臭油液，惊风吹，用灯渣炸。坐透早6:05火车读册迄3冬，阿爸就用番仔油灯试油来砸时间，叫我精神。过困进前去别人家看时钟，然后番仔油添填满天甜，毋知阿爸着精神几摆，才会叫我起来准备感恩的番仔油灯。电土火是用无纯的钙化醚电沼含水作用产生乙炔气来点火，火光真炎，控制滴水的速度会当调节火势大小。简单是电土火，黏写师傅用烟片黏一个拿茶米管仔的管仔，内管较短，内面滴电土，外管较长，做挂用。顶面点一点仔，顶面点一个点火锤仔，外管嵌内管肉算算，然后放入去另外一个滴水的铜管仔内面，利用摩擦现象作用，水会微微啊渗入管仔内，甲电土作用，产生乙炔气来点火。